定感谢入伊的名，用学了入伊的伊，特感谢伊学了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大家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，是圣诗第222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做将来个帮。我愿下面大英皇台，云天万万所在，全力不在伊无的面，行路行去安心。上帝成就高也当个对我那么清算也为是出已经世界也为形成，你对我举起上帝，不得不被莫听。对你来看，虽在千年，根据为了其名，好奇迹是在今天，希望你过去会。用伊的归亲去大水，以及我已老去。我命我归万些迷茫，是在龙西康康。上帝最万代代帮赞，何最将来个望。多点爱我与你交过，最万一万梦红。阿门。请来用完徛的，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的真心、真诚、真意，听出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三到来交托启文，启文第31篇，也就是诗篇127、128篇。咱请兄弟来启，姊妹做伙来。做伙来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。上主所听的人，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志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伟大
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。做回来，叫伊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你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同心额头来祈祷，特别愿学了你是满有怜悯的主。受伤的路程，你无要压制；要花的花青，你无拍失。你体谅阮的软弱，拄起阮一切的重担，照着阮原本的形象接纳阮，诚侪阮的力量，阮的帮衬，互阮软弱的时反转有气力。所以，阮为着基督，掠这的软弱、欠缺、困着、困迫，做欢喜。特别阮感谢你。因为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你互阮会做歌离开阮也是遐远。因着你的慈爱甲恩典，你赐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为着救赎阮，牺牲流血，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伊担当刑罚，阮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阮得到医好。因为最下所的死，阮互阮的罪性。拢定是伫十字架顶咯。佮因着主耶稣基督佮我，互阮佮我的愿望，你佮我的大用，充满伫阮内面，互阮永远活伫你的面前，活伫你的话语中，活伫你的永生、你的国度，活伫你的生命、你的荣耀中，活伫你的丰富，甲你的主爱恩典。感谢俄罗你，一切荣光拢归伫你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归于你听我祈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。上赞，是我对要用至诚的心听阮祈祷来学了主。
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诗篇128篇。诗篇128篇第1节来讲：既然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的路下，迄个人有福气。你要食你手着磨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，亲像结垂垂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葳蕤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，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。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讲道，咱今听的有些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家庭蒙福的秘诀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年的教社主日，原来是定伫8月16，就是顶礼拜。中会派林文德牧师要来咱教会请安报告。总是因为咱顶礼拜有邀请老兵希牧师来遮主理，所以延到今仔日。今仔日文德牧师佫无法度来，所以中会爱我伫遮代表中会来甲大家请安报告。教社部所做的工作有4项，第一项就是公益和平的事工，亲像台湾正名制宪，推动进入联合国，这拢是公益和平的事工。另外就是像即届香港反送中事件，所以咱嘛声援因。第二就是持续保护环境，推动国家成做一个非核家园。另外就是反对国土无正当的开发。第三就是紧急灾难的救助，亲像咱高雄的迄个气爆，是小林村甲八里的八仙乐园，这些灾难拢有通过总会来关心帮赞。过来就是社群关怀，咱关心这些新住民。另外就是有设立12月第1主日是艾滋关怀主日，所以教社部做真侪工课。今仔日望咱旧部内面有业迄个奉献地，咱会当支持教社部所做工课。我伫今年2月退休进前，我去抽血做身体检查。3日了，我去看我的报告，报告内面有5项红字，血脂肪、胆固醇、糖化血色素、血糖。我看了，心内实在是无啥爽快。我医生甲我讲牧师恭喜哦。我想讲我检查结果就遐可怜，你搁咧甲我恭喜啥？伊甲我讲，你的人生是彩色的。我听了笑出来。真正咱基督徒，咱的人生应该拢是彩色。上帝互咱来到世间，享受伊所创造大自然的水，咱家庭亲情的温暖，佮敬善咱，成做伊的儿女，因带保守咱的一生。所以咱的人生应该是彩色的。创世纪第1章26节有讲上帝创造人的时，伊讲咱着照咱的形象、咱的款式来做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精星甲全地。上帝就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，上帝就赐福因，佮对因讲，着生产多多，遍满全地来治理这个地。第28节特别讲到上帝就赐福因，所以伫遮咱看出上帝创造人的时，伊的原意是要赐福气互咱。会使去咱要对诗篇128篇来看一个主题：家庭蒙福的秘诀。人要怎样才会当得到上帝赐福？诗篇120篇到134篇、15篇头前。伫和合本的圣经拢有写上行之诗，就是八位面顶去的诗歌。台语汉语本写上行的诗歌。这个诗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因当年3大节：除酵节、收割节、住棚节，因等到了耶路撒冷圣殿雕拜时，
因为沿路所吟的诗歌，这个诗咏真短，总是对因的信仰来讲真重要。特别是127甲128篇，是描写咱的家庭要怎样会当得到上帝祝福。马丁路德伊上爱用128篇做家庭蒙福，还是讲主持婚礼时伊的讲章。128篇，咱看伫合法本的圣经，头前写讲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伊道的有福气。总是伫台语和日本，伊写讲顺坦耶和华的报赏。伫这篇内面有几种福气的表达方式。第一节，伊讲既然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有福。第二节，你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，享福享福。第三至第四节，伊讲看敬畏耶和华人，你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和本的圣经写讲蒙福。第四至第五节，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予你，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，赐福。所以拢总有4种无同的表达方式：有福、享福、蒙福、赐福。总是你若看英文的圣经，只有一字 bless， 拢用一字。所以台语也是讲中文的翻译，加足水的。家庭要安怎得到上帝祝福？迄个秘诀伫第一节。第一节遮真清楚甲讲，既然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咱通常看一首诗，也是一篇文章，第一句话，咱讲开宗明义，真侪诗第一句就是表示你这首诗隆重的意思。诗篇23篇第一节讲啥？诗篇23篇第一节讲啥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所以这首诗的第一节，就是把这首诗内容拢讲了啊。互耶和华做你的牧者，你一世人无欠亏。虽然有时咱拄着死命山谷，有时伫青翠的草坡，总是耶和华甲咱三个比地，咱一世人无欠亏。128篇同款，这首诗第一句话就是：既然敬畏耶和华，行你的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就是用上帝做咱性命的中心，做咱家庭的中心，完全顺服、忠心伫上帝约行伫伊路的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的人，这叫做敬畏耶和华。因为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，所以咱来当甲伊同行，咱就要得到伊的保守，伊要祝福咱。咱会当想象一幅图，一个囡仔真细汉，总是一牵着老爸的手伫行路，这个囡仔有安全无？真水的一幅图，所以参主同行的人是上有福气的人。但是圣经内面嘛有讲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无行伫上帝的路，咱行伫家己的偏路。创世纪6章5节，写讲耶和华看人的地上罪恶真大，心内所想的念头，逐日拢是歹。第9节讲，只有挪亚得到上帝恩典，伫耶和华面前。挪亚是义人，伫迄个世代中是完全的人。挪亚甲上帝三角行。而且有写到，人无行伫上帝的路，有3种的罪。第一就是罪恶真大；第二，心内所想的念头拢是歹；第三，迄个歹是安是连续的，即写讲逐日拢是歹。所以当时只有挪亚是义人，是完全的人，甲上帝三角行。所以上帝就保守伊，拯救伊。所以人若敬畏上帝，甲上帝三角行，行伫伊路的人，即号人就有福气。3节伊第2节开始，伊讲有甚物福气？第一种福气伫第2节，讲你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。是安怎？诗人伫遮特别讲起
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是一种福气。因为人有时咱拍拼，咱着我所得到的，无一定食会着。咱讲有啥？天灾嘛有人祸，台湾人做些人上惊拄着啥？风台。风台水来田淹了了，果子园果子落了了，总是水若无时，变做旱灾，嘛是一个真大问题。另外就是天灾，阁有虫的灾。一般虫较好防治，总是咱若看迄个草莓，咱讲蝗灾。我毋知咱捌看过迄个蝗虫来草莓飞来迄款纪录片无？规片天拢乌的，这草莓几千万、几百万来，甲你所有的农作物拢食了了，亲像高粱也是麦啊，拢食了了。伫《用历书》第1章第4节，伊写讲：剪糖食出的草莓食，草莓食出的蓝仔食，蓝仔食出的马萨食。所以做些人，因规年才会着活，变做空空，这是天灾。另外，人祸是啥物？因为世人因看到因的列祖离开上帝，所以上帝就予因伫收割时对敌来将因的修行拢抢去。伊书记第6章讲真清楚，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目睭中看做歹的代志，耶和华就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中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所以每一届以色列人夜整耕作，到要收成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、东方人就起来攻打因，破坏、抢去因的收成。所以咱伫遮看到以色列人，因为夜整，因为耕作，因为流汗，因为着磨，总是收成时，因的对敌就来将因的收成拢抢去。有着磨，总是食袂着。另外一种着磨食袂着的人，记载伫路加12章。路加12章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。伊讲有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伊的田园大丰收，地到遐个土产切仓囤袂落，所以伊伫遐想，伊想讲我将遐个细间的切仓，甲改做大间的，亲像讲50栋的，甲改做200栋。切仓哪大间，我会当囤愈侪物件。煞接，伊甲伊的灵魂讲灵魂啊，你有侪财物积聚，侪路用，通快乐乐轻盈啉食。这是这个财主的想法。人有时咱拢真有计划，总是性命的主权是伫上帝手中。上帝讲：戆人啊，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，就你所备办的，要归予什么人？这个财主有拍拼过无？有，有着磨无？我相信有。有真侪计划，总是到上尾，伫遮所讲就是，圣经讲，凡若为了家己积蓄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，也是安尼。所以诗人伫遮强调讲，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，是一种的福气。第二种的福气，讲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伫咱日常生活，咱拢有真侪计划，每一项计划若会当顺利来完成，咱讲啥？事事亨通。所以咱咧祝福别人的时，咱讲一句话，讲祝你万事顺利，万事顺利。万事顺利就是事事亨通的意思。事事亨通对咱来讲嘛是一种的享福。所以诗人的第2节讲：你要食你的手着磨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第3种的福气伫第3节，敬畏耶和华人免哦。伊讲：你的某伫你厝的房内，亲像结侪果子的葡萄树。我差不多当年拢有去到美国。我去美国，因为我的囝住伫 Sacramento，所以我拢住伫遐。伫
伫萨克拉门托离美国上大的迄个葡萄酒的酒厂有2位伫纳帕甲索罗马，这2位拢总有迄个山谷内面，拢总有差不多400间的红酒做迄个红酒葡萄酒的酒厂。有的酒厂是真早以前西班牙人伫遐开拓时所留落来。所以我当年到入美国，我一定拢爱去纳帕行一个。常常拢看到迄个大丛、迄老丛的葡萄树，迄个分枝会当看到几百公尺，伫墙仔顶也是用迄个铁线来牵起来，分枝真济，迄个真强的生命力。才讲，你的某伫你厝的房内，亲像结侪果子的葡萄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生产侪。农业社会时，咱讲多子多孙、济囝济孙是一种福气。所以古早人真够生，阮兜拢总8个，牧师娘因兜拢总10个。较早拢是会生甲袂生。伫台湾初代教会，一个传道人叫做吴觉传道师，伊老爸是东港咸埔仔教会初代信徒。这个吴觉伫19岁时洗礼，伊老爸甲送到入基后，接受宣教师李秀牧师的栽培。21岁时，伊受派倒来到东港做传道。当时东港有一个小姐叫做秋银，毋是大阮那秋银，是姓区名银，秋银吼，毋是秋银。这个小姐到适婚的年龄，人来做媒人，所以咱较早咱若要相亲要做媒人，拢爱看啥？生辰八字爱互提算命，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伊老爸就将因查某囝才会生辰八字提算命，无算无代志，这算落命中家道病个剃扫帚，啥意思？就克了，克翁克囝，连大家官嘛克了，所以对方听一个敢娶无？惊嘛死，毋敢娶，所以媒人将这个迄个8字的报告摕转去，互这个秋云老爸看，讲真实的，对方讲无要娶，所以这样代志，一直传出来，传到尾啊，规东港拢知，连东港教会嘛知。所以这个吴觉传道听到这样代志的时，伊心内咧想，讲邱处理。即马啥时代，搁咧信呢？所以伊咧想讲，若别人毋敢娶，我来甲娶。所以伊就偷走去看咧，偷走迄个秋云因兜看迄个小姐，伊结果看起来，真标致，生甲真水。伊就等甲老爸讲别人无娶，我来娶。因老爸讲卖啦，总是伊到尾结果嘛是决定要娶即个秋云。所以娶落了，规东港人伫遐喊讲，这个罗教的毋惊死呢，拜耶稣真正毋惊死，搁敢娶。娶落了，东港人大家目睭真乌，你看，半年了，骨肚大起来，生第一个，亲像一尾活龙，甲叫做吴卧龙。这个吴卧龙后来大汉做医生，搁生第二个，叫做吴希莹、吴希荣，这个吴希荣。后来做牧师，咱检采捌看过伊所写的文章。再来，佫生第三个，叫做吴希阳。这个吴希阳后来嘛做医生。生到第4个时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小互我克制家己咧，好无？或者吴克己，吴克己。这个吴克己后来嘛做医生。生到第5个，生到马西，或者吴马西。这个吴马西后来嘛做医生。全东港人拢感觉真奇怪，哪会无拍孙半个，一个比一个较猛勇。这个吴觉传道伫东港教会做主的工，那愈做愈有气力，上帝赐福伊。最后生第6个时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可以啊，或者无可以。第7个佫生出来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足满足真知足啊，或者无可足，无可足。生到第8个时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免啊，或者无可免。
这可以、可足、可免三个，尾来拢称做实业家。最后，上帝佫祝福一个教会查甫囝有昌盛无？叫做吴昌盛。吴昌盛后来到了东京青山神学院，也伫遐毕业。教会后生查某囝我袂讲咧哦，7个查某囝，大汉的嫁牧师，有3个嫁医生，2个嫁实业家，有1个无结婚。上帝祝福16个囡仔，大家活跳跳。子孙中间有老师、有牧师、有医生、有工程师、实业家。其中有1个孙捌做过马偕病院院长，啊有1个查某囝叫做吴尚任，就是教会牧师的老母。所以圣经讲，你的某伫你厝的房内，亲像结穗穗果子的葡萄树，真正是安尼。牧师讲遮，伫迄个长老教会名人信用名人录内面拢查会到，毋是我牧师编的吼，你拢查面拢查会到。第4种的福气伫第3节。第3节讲，你的囝围累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咱通常果子，一张果子的寿命是差不多10年到100年。啊，我特别查Google，适徛差不多是20年，稳蛋会使活到100年。总是橄榄栽是上长岁数的果子树，有1000年的寿命，甚至伫Google内底写讲，上久会到2500年。再写讲，你的囝围累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，就是讲全家做伙食饭，迄个意思。伫以前农业社会，啊，日是老爸爱出去园里做工，囝儿去读册，老母伫厝内饲猪饲鸡，款厝内做家事。啊，尾仔仔时的时，老爸转来，田园转来，啊，囡仔课题写了，老母菜饭拢煮好啊，所以全家伫桌顶围起来伫遐食饭。在食饭前，老爸带遮个囡仔做伙祈祷，所以祈祷食饭的时是一种分享快乐、沟通、解决问题的时间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真水的一幅图。所以，咱的家庭是毋是有安尼？今仔日真侪家庭毋是安尼，老爸爱去做工，食头路趁钱，所透早就出去，啊暗时若佫有应酬，几点转来无人知。啊太太若上班呢，嘛毋捌咧煮，囡仔放学转来，啊先去麦当劳买一个物件食的，转来到厝，啊伫厝内，老母要叫伊出来食饭的时，讲食饱，厝内咧拍电动、耍电脑，所以伫家庭中无迄款互相坐倒、分享亲情迄款的时间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家庭会当围累坐倒，老爸带领祈祷，真正是一种的福气。啊，伫2007年，教会公布2893期，有刊过一篇文章。叫做小村子里的医生世家，伫一个乡村真小乡村内面，一个医生的世家。啊，这篇文章是提起讲，住伫南投清北坑附近一间赤水教会。啊，赤水教会有一个老敬成长老，伊的家庭翁某2个人生出来这个囡仔内面有15个医生。伊有生4女2男，啊，4个查某囝，有3个读药剂师，1个做医生。总是4个囝婿里面有3个医生，啊，2个囝拢是医生，啊，这个孙内面有6个读医科的。所以当时，这清北坑的人拢讲，迄个老教拜耶稣是耶稣甲因指引的。总是老长老伊毋是安尼讲。伊讲是上帝赐福气互阮，阮是通过家庭这段，这是蒙福的原因。牧师讲即个家庭这段，伊讲伊甲伊的太太嘛无读真济册，伊嘛毋知影要怎样来管教这个囡仔。迄答案食饭饱，大家无用煞，
囡仔课题写了，就是因归厝家庭礼拜的时间，透过吟诗、读圣经、祈祷，或者囡仔对细汉就将信仰定根伫心灵顶面。所以有问题时，大家提出来伫遐讨论；拄着困难，大家做伙祈祷。所以讲，因为安尼，这囡仔到了大汉出外读册、就业还是结婚，因毋免老爸老母来替因烦恼，因为因知拄着问题时，家己会晓找上帝，倚靠上帝。伊讲，因伫山顶前要去，牧师嘛是前要去的人，前要去山顶无补习班。伊的囡仔是读三公国中，三公国中是啥意思？两公加一公或者三公。伊讲三公国中伫迄个所在嘛无补习班，总是这个囡仔认真读册，无要输人。所以伊一个查囝考调台中女中的时，这伫南投，这国中的老师拢走去因校甲因请教，讲恁是安怎教，有法度遐尼庄卡的学校，阁考调台中女中考会调。到了2016年的时，因的医生已经超过21个啊！我真期待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将咱的囝、咱的孙送来教会读书入学。可能是伫咱的厝内面，咱嘛爱起做家庭祭坛，有家庭礼拜。而且我要讲一点，永远未伤慢 ，Never too late。永远袂伤慢，会使为今仔日开始，特别伫咱中间，若有较少年的夫妇，恁对今仔日就会使做起，伫家庭起做家庭祭坛，因为安尼才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诗人伫遮最后讲出几项福气了，伫第4节，伊做一个真非常肯定的结论。第4节讲，看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爱咱的子儿孙得到上帝祝福无？秘诀伫遮，敬畏耶和华，行入伊的道路。第5节讲，耶和华要对锡安祝福互你，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福气。这首诗牧师拄则讲是上家的诗，就是老爸带着全家的成员，对远远转来到了耶路撒冷。因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迄个海拔790公尺，所以因行为圣殿去的时，因沿路所唱的歌，迄是代表一种家庭真和睦、真团结的表现。老爸伫家庭中间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就是教导子儿敬畏、顺服上帝，或者子儿知影。上帝伫生命中间的意义，伫礼拜煞献祭了，这祭司会用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来祝福这以色列百姓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互伊面的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锡安古早耶路撒冷，就是上帝的殿。今仔日的教会。就是上帝的殿，所以参与伫教会敬拜甲服侍，上帝就要借着对遮来祝福互你的子儿孙。最后一种福气伫第6节，则写讲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什么意思？长岁寿，毋但你家己蒙福，连你的子儿孙全家拢要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会使去咱通过诗篇128篇，咱搁一遍，咱了解蒙福的秘诀伫倒位。128篇第1节，既然敬畏耶和华，行入伊的道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对咱家己做起，对咱的家庭做起，起做家庭祭坛，互咱的家庭来得到上帝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多谢你，阮受你拣选，你毋是单单要祝福阮，你要祝福到伫阮的子儿孙顶面。阮感谢上帝，通过圣经教示，互阮知，阮只要敬畏耶和华，行入上帝道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愿主诚做阮的帮衬，诚做阮的倚靠。
然后阮会晓教示阮的囝儿孙行入上帝道路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欢迎上帝教师，搁一摆来吟圣诗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。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只是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续接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第一部分是小会的公告。第一点，本会定伫后主日8月30召开2020年第一次的临时好会。要监选本会第10任的牧师，担任中会派中委牧师夏文学，中委长老欧良信为监选委员。当日礼拜是2场合并，伫9点开始，2场合并9点开始。会员名单已经公布伫礼拜2后壁的公布栏，若有漏去也是错误，请咱会后小会员来提出保证。好会当日无法度出席的会员，请提早甲各区区长请假。第二点，本会定于9月13到9月20，要召开2020年第2次的临时会员好会。选举2021年到2024年即届的长老10名，受选的名单列伫下骹。现任的长老丁安丽、吴美央、陈立挪、梁淑珍、刘荣祥、刘丽琴、戴志勋共7名，有3名已经满70岁，即届袂当阁受选。执事的部分，就要有2任以上。方耀文、洪韶倩、陈约拿、黄桂香、蔡碧珠、蔡快欣、蔡胜佳，有哪是提名7名总共提名14名。请咱继续为着这2件代志会顺利进行来代祷。伫遮补充一件代志，就是照教会法规，若入籍未满3个月的会员，袂当有即个投票权伫遮甲名单宣布：周美智、林月云、许环文、陈月清、林之佑、杨瑞珍、吴伟林、梁望慧、张泽颖、黄素满。若有疑问的则甲含迄个小会员来接触。好，第2部分是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今日第2场的礼拜由中央大学吴慈恩牧师前来本会讲道，愿上帝赐福伫伊的服侍。第2点，今日是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由陈耀生牧师为着担任中会教社部事工请安甲报告，请会友兄弟为着担任中会教社部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3点，109学年度第1学期奖助金接受申请，请符合规定的学子干事来索取申请表，并且附这个顶学期的成绩单甲相关的资料来备审。申请的时间到9月20来截止。第4点，上年大学2020年秋季班伫8月28，即礼拜5的上午9点半，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的教室要返校注册。9月初2也是下礼拜3上午的9点，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的教室会举行开学礼拜。欢迎55岁以上的兄弟报名参加注册、开学、甲正式上课，拢需要挂口罩，请各位同学配合。第3部分是团契的消息。第1点，第一个是主日学。第1点，39期好品格的儿童快乐周末营的报名到今仔日截止。幼稚园大班到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拢会当参加。要参加的请到办公室来报名。第2点，39期好品格的儿童快乐周末营的筹备会要伫8月29下礼拜6下晡3点半伫
社区发展中心举行，请有参与服3个人工准时出席来参加。第2项是上河团契第1点，团契定伫9月初6主日第1堂的主日礼拜了后，上午10点半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教室举办夏秋季联合庆生会。当日庆生会结束了后，邀请全体客友集合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的头前，要翕团体相来留纪念吼。第2点，小年部秋季的例会伫9月初5拜六下晡2点半伫太平间教会召开举行。已经有报名参加的，请依照时间准时来前往。第3项是妇女团契第1点。妇女团契伫8月16顶主日已经召开年会，选出2021年的会长、副会长甲委员。会长是由吴美珍当选，副会长是江信娟。委员方淑珍、吴伟林、陆进川、庄玉莹、庄千惠、陈约拿、陈维香、曾丽清、黄春满、黄淑静、赵苑如、刘丽清、刘丽琴、郑纯瑜、郑纯觉、苏叶基。第4项家庭团契，家庭团契伫今仔日，今仔日礼拜4中午中昼12点，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的教室咧举办年会，伫对面，请陈友顺牧师、团契顾问、委员、监选委员、戴志勋长老、老雷金长老、梁淑珍长老，准时来参加。再补充一项吼，就是便当会伫11点15到吼，所以咱11点15请咱移步过去迄个社区发展中心开始用餐。第5项是小家庭团契，小家庭团契原来定伫9月20要召开年会改选动工，要来延后来召开，请咱注意。好，第4部分是教界的消息，咱报告1点。第2项，台南中华教育部原来定伫8月29拜六伫中英中学要举办圣经的讲座，因为主办单位为台湾圣经公会有另外的考量来取消，请咱注意。好，其他内底的事项奉献的明细甲事工的分配表，请咱家己来关心。若有问题，请咱跟办公室来联系。所接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先来读1摆，请兄弟做伙读2摆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王，救赎的主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我是起头的，我是落尾的，我以外无有上帝。以赛亚44章6节，做伙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王，救赎的主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我是起头的，我是落尾的，我以外无有上帝。以赛亚44章6节，搁1摆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王，救赎的主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我是起头的，我是落尾的，我以外无有上帝。以赛亚44章6节。以下时间请牧师介绍来宾。毋知有第一遍来咱教会聚会兄弟伫咱的中间无？若有，请恁举手好无？若无，我补充报告1点，就是牧师对人讲一张小村子里的医生。是咧，我看请你起来好无？嘿，好，请。好，多谢，多谢，请坐。牧师对人讲道中讲一张小村子里的医生世家，我有印30张，
放伫后壁遐，所以若有需要的人会当家己去后壁摕。好，多谢。上言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，是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人爱。吟诗sau，请牧师为咱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上主大人爱，应听你心来。当心嘛，领受上帝祝福。愿耶和华祝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请坐，咱默祷闭会。